Royal Caribbean 又有新狀況啦，因為阿拉斯加航線實在係太火爆啦。6月19號出發嘅 Voyager of the Sea 已經出現超售嘅情況，依家7月19號由溫哥華出發嘅 Serenade of the Sea 都岌岌可危。呢趟7晚嘅阿拉斯加往返航線，途經 Sitka、恩迪科特峽灣、Juneau、Skagway、Ketchikan 5大熱門目的地，啱啱係暑期親子出遊嘅高峰，所以特別受歡迎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， Royal 緊急發出電郵，呼籲乘客自願改簽，仲提出相當有誠意嘅補償方案。選擇改簽嘅乘客可以揀今年出發嘅同款航線，仲會全額退返船費，相當於免費坐郵輪啦。除咗保留同等級嘅艙房之外，仲會額外贈送50% 嘅 Future Credit。如果選擇直接取消訂單嘅乘客，船公司會全額退款船票，仲會贈送100% 嘅 Future Credit。如果唔願意改簽嘅乘客，行程完全唔受影響。阿拉斯加呢條航線實在係太搶手啦。Royal 早喺舊年夏季都發現過類似嘅情況。如果你啱好 book 咗呢班船，不妨考慮下呢個免費坐郵輪嘅機會啦。